各位亲爱的兄弟，大家平安。平安。真欢喜，咱今仔日读到一个较趣味的经节，记载伫地约翰福音第6章啊，这也是咱有查经查过的所在。啊，伫即个经节内底较趣味，因为伊内底亲像一个故事，啊，互人伫迄个中间会当思考真济。伫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内底讲到，伊讲耶稣过去家己啊。耶稣伊伫什么海的边仔咧行即个新业？加利利海，伊佫叫做什么名？我本来有答案的，等一下。即个海拢总有3个名，啊，即3个名内底有诶是伫旧约内底，哦，来，伊叫做加利利海，这是咱所知影的对无？哦，加利利海，啊，但是伊旧约的名叫做啥物？叫做基尼勒俄。伊的名的意思是竖琴，吼，就是敢若真水啦。我知影是真水的迄个意思。但是伊的名嘛叫做吉尼撒列俄。然后伫新约的时，甲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内底所讲提到另外一个名叫做提比利亚海。啊，即个拢有伊的意思。基尼列俄，伊的意思是竖琴。啊，若是吉尼撒列俄，是因为伊边仔有一个。平原叫做吉尼撒列平原，啊，然后提比利亚海是因为伊边仔嘛有一个城，迄个城是新约的时代较起来，是要纪念一个希律王，所以伫迄个中间较开始有即个名。但是若是圣经，咱若读新约较习惯的，大概拢是知影的是加利利海。啊，即个加利利海敢是海？不是。伊是一个淡水湖，它是一个淡水湖，淡水湖，但是叫做加利利海。啊，是安怎叫做加利利海？因为伫即个加利利海的边仔，不管是东边还是西边遮，拢总是山。因为迄个山，所以风吹来时，伊有气温变化真大，所以即个湖，伊内底海影。啊，伊内底风若吹起来，伊的影亲像海共款，所以船啊跌到到地是会沉落。所以咱敢有读到一个真趣味的故事，行一个新业叫做平静风浪。哦，阮图伫船仔顶，然后要过过加利利海另外一边，结果半暝全起风影，水溢入来，船得要沉落。然后伫迄个中间，遐个学生已经无法度控制船啊，紧去甲老师叫起来讲：老师，阮得要死啊！你不管吗？然后耶稣讲啥？恁这小信的人啊，有够无信心的，所以醒起来，了伊争气，所以海迄个风甲海、风甲影，全伫迄个中间全停去。迄个是另外一个真特别的故事。但是伫即个中间，即个加利利海所发生的，今仔日咱所读的是有一群人，因为耶稣所行的新业，所以伫遮要跟对伊。啊，若是咱拄拄仔读到的圣经讲，大概偌济人？5000个人，5000个人要对耶稣，因为对耶稣有好康的。啊，伫即个所在是安怎才会遮济人伫遮对？咱伫查经班内底有讲到。伫加利利即个所在，伫即个所在，这是加德隆，然后是咧啊，我就看袂清楚。伫即边遮有几内城，拢是耶稣行新业的所在，但是即个所在毋是拢总犹太人，反倒是有真济外邦人住伫遮，所以伫即个所在有真济民间宗教。伫即个所在有真济无共款的宗教伫遐，互人看见亲像是你讲魔术也好，你讲变神也好，你讲江湖术士也好，也是用各种无共款的方式，会当伫遐治病，
若用真的名叫做神棍啊。伊会当假借宗教的名义，用神棍甲你骗到吼，你就会当奉献一台2000万的车，就互人开，结果搁去伫迄个电梯内底搁用推吼。所以伫即个所在有真侪人，其实伊的信仰毋是犹太教。伫即个区域有真侪人的信仰毋是犹太教。所以，当伊听见耶稣是一个会惊神者的人，真侪人真爱对去，所以要来看卖，听讲即个耶稣真像，看会当变出啥物把戏出来。所以故事就安尼开始，有一大群人因为看见伊伫病人顶悬所行的神者，就伫即个中间来军队伊。但是军队伊了后咧，看到啥？对着耶稣，结果耶稣拢在讲道理，一直等到天可能得要暗啊，腹肚也得要枵啊，才发现讲一大群人伫这山顶，也无 7-Eleven， 也无便利商店，无 Super Store， 逐项拢无，阁无咱今仔日石棺团客所款的地饼，即声卖要安怎发落？所以耶稣甲规律甲伊讲啥？咱要去地买饼来互遮个人食，看要家己烘还是安怎？要安怎处理？哇，这真正是考试呢！老师你无代无志，互遮侪人对来，对来到地吼，阮的便当车也无对着，即声要安怎处理？规律转甲伊应讲，我着算讲哦，摕200个银仔的饼嘛无够因食。才无够因食，5000人无够食。请问咱进大概偌济人？可能7-8十个，算100个就好啊。那5000人是遮的几倍？50倍。我敢算对，50倍。所以爱填去到迄边去啊，迄边就是遐啦，我嘛毋知影对。所以伫即个情形的内底，无够通买互因食。但是真趣味，菲律伫即个中间，伊讲200个银仔，请问这是偌济钱？敢会记起圣经内底有一个比喻，讲若要入去葡萄园内底做工，互伊一个银仔，所以一个银仔差不多就是1工的工钱，一个银仔差不多就是1工的工钱。假使你若有现代和合本修订本，还是现代中文译本，还是现代中文译本修订本的圣经，请你会当去看圣经的后壁，伊有一个迄个单位兑换表，你会当看讲这大概是偌济钱。所以一个银仔差不多有可能是1工的工钱，200个银仔就差不多是200日，安尼是几个月？我若无算对的话，特别7个月。所以你若要互即群人5000人食饱，菲律讲，你着算200个银仔来互遮个人食，嘛无一定有够额，大家拢分一点仔。哇！即声代志要安怎处理？咱若是交代的，听着讲，咱准备80份，结果来800人。即声甲讲，你去买，哦，买一堆买啊，这是买一堆买啊，雄要买，咱逐个人拢食麦当劳。菲律毋是菲律，另外一个学生叫做安德烈。安德烈安怎解决？即个安德烈学巧，安德烈吼，全看到人群内底有一个囡仔，全甲带来，摕着5块大麦饼，甲2尾鱼，5饼2鱼，这咱常常咧食。咱常常咧讲，毋是常常咧食。咱常常咧讲5块饼2尾鱼，然后耶稣咧全安怎做？来讲叫因拢总坐咧，然后对天祝谢。哦对，摕着饼对天祝谢，然后食了剩偌济？12拿，12个拿。
所以温哥华有一间在卖健康食品的，叫做12兰，这名好对袂歹，会拢食剩的。我想伫即个中间有一个真趣味的代志，耶稣到底做啥物货？祈祷、爬鼎，然后伫遐咧分。我想真趣味的一件代志是，遮个饼对对来，对着一个囡仔来，是安怎饼会对着一个囡仔来？我伫想啦。有时啊读圣经哦，读到得要笑伊的时吼，会学袂想。我想讲，是安怎5块饼2尾鱼会对即个囡仔来？是安怎安德烈会知影伊身躯有遮个物件？我咧想讲，敢会是伊创了无好，所以互人看见伊身躯有遮个。5000人伫迄个中间拢无人早遮个。逐个人真正拢遮厉害，想着要对耶稣空手就去。我做一个牧师汉，我都唔敢。虽然圣经安尼写，但是我有软弱的欠缺，甲是无够硬的信心。但是是安怎即个囡仔会伫迄个中间全有饼甲鱼走出来？我咧想啦，是毋是伊便当创了无好，去互看到讲，迄个人。你个一个已经有早食的，来哦来哦，等下大家做伙来哦，等下来找伊分食的，有遐个物件食的袂歹哦。全安尼去互安德烈全看到，全甲杀出来讲，耶稣啊，只有一个囡仔5块饼2尾鱼，来，看你要安怎处理。啊，即个囡仔嘛有可能讲，无啦，我这本来是我家己要食的啦，我毋是要起来分的啦，5块饼要分5000个，真正是含一点仔都无。这我本来要家己要食的。结果无细字去互看到，哇！一声无法度啊，去互看到啊，只好刻出来啊，全去互收去，全去互收去。然后耶稣看到迄个饼甲鱼，伊安怎做？刻出来祝谢祈祷。你感觉耶稣会祈祷啥？上帝啊，感谢你，互阮今仔日才有稳定，5000个人来到伫遮听讲道。上帝啊，感谢你，互阮今仔有足好的天气，逐个伫山顶听讲道无落雨。或是伊会伫即个中间祈祷讲，上帝啊，感谢你，互阮有5块饼2尾鱼。阮有诶无济，干那食诶。上帝到底通过即个5块饼2尾鱼要来做啥物？我想真趣味。通过耶稣的祝祷，互邀过的人要伫迄个中间得着饱。但是请问，人是安怎邀过？是安怎人会邀过？我想第一个坎站是因为无物件通食。差不多啊，咱伫遐咧唱迄条歌，愿还是？因迄条歌有本来的名是叫做愿啊，愿哦，愿意的愿，后来全改做甲歌词内底第一句共款。伫迄个咱台湾早期还是到现在，检菜还阁有老一辈人见着面会讲啥？食饱未？是安怎会安尼讲？因为早期的台湾无通食。所以我拢听阮爸爸讲，因较早食番钱签瓜，毋是番钱签，是番钱签是串签的嘛。伊讲伊毋是食番钱签，伊是食番钱签瓜拍过。伊讲有够歹食，我即世人无即个机会食过。我敢若食过番钱签饭、番钱签瓜的。我毋捌食着番钱签干所煮的物件，所以因为伊过去无通食，若见着面问讲食饱未？哦，食饱。哇，安尼你今仔有福气哦，袂歹哦。我想伫咱中间真侪老一辈到今了，阁是安尼。
所以看到物件，甲少年的讲，来，食饱，食饱，这是心内疼的一种的表现。因为可能伫真侪人伫伊生活过去的经验内底，就是无通食，伊就是腰腹肚，伊就是伫迄个中间欠困。所以伫台湾早期，无论是伫日本时代，也是日本时代了后，后来诚做所谓的民国的时代，无论你行到伫对一个坎站，检采伫我进前，咱中间真侪长辈，拢捌经历过战后，或是伫战后欠缺无通食，也是食袂饱的时。所以无物件通食，诚做人要求的原因。但是若到伫较进前一站啊，若是我的囡仔咧，因看到物件看拢食一点仔，是安怎？我的囡仔是安怎拢食一点仔，阮面生是安怎拢逐摆拢食迄半碗饭的，因为无伊喜伊的物件食，所以伊感觉无想爱食。啊，阮若第三个，伊拢敢若爱食啥？伊拢敢讲我最喜欢吃垃圾食物，所以伊就爱食麦当劳的汉堡。啊，若过去伫台湾拢规定一个月才会当食一摆麦当劳的汉堡，迄是伊上佳爱食。啊，若是现在咧，有真侪人生活开始富裕起来，伊物件已经食甲毋知影要食啥。可能你会当伫伊的 FB 内底看到，逐摆铺的相片拢是对一间餐厅食啥物款的物件，哇，即间餐厅的物件袂歹，逐摆去拢拍分数，但是食到尾啊，已经找无会当互人新鲜的物件人食，哇，所以找无物件食。但是若佫进一点呢，人是安那要求，因为无人陪我食。我想是侪人的生活的顶悬有真侪无共款的。有时啊，人无物件通食，我只要有通食，逐项拢好。我会记我细汉足经食，啊，我是对当时开始较无经食。有一摆去爬山，去爬玉山，哦，迄有够骄傲的。国式国中2年会当去爬玉山，啊，然后规个登山队内底，敢若我一个是未成年，所以爱写家长同意书，写会去入到山顶。哇，迄摆哦，爬一个真正有够糟蹋的。迄毋是因为山偌悬，毋是因为偌歹行，拢毋是，是因为阮3工9顿内底拢总食泡面。我本来就爱食泡面的，但是连续食9顿了后吼，我拢已经毋知影到底啥物味啊。所以落山落来，我妈妈为着要互我会当好好啊食哦，真正足认真、足认真、足用心，啊，搁足费心。我的妈妈干那为着要我中昼会当食我物件吼，足认真、足用心，搁足费心咧甲我款。结果迄摆落来了吼，我妈妈甲我讲：啊，你要食啥？炒饭敢好？我讲你用啥我拢食。我妈妈甲我应讲：他有遮好康诶。哦，我用啥你拢食？第一摆听到，我讲我食9顿的泡面啊！你用啥物物件？只要毋是泡面，我拢足欢喜食。对迄阵开始，我伫厝里较无经食，所以吼后摆若佫遇到囡仔孙仔吼经食的吼，互伊食9顿的泡面啊，食的拢袂嫌啊啦。无物件通食，无喜意的物件通食。无互人新鲜的物件通食，或是最后是无人会当陪我做伙食，所以我无胃口，所以我放互枵。我想这拢有可能，但是今仔日耶稣所做的是啥物？耶稣所做的是伫一阵啦，想要伫迄个中间来看耶稣会当变啥物把戏，然后到伫迄个中间听到耶稣在讲伊的道理。到伫最后会当得到耶稣伫迄个中间来祝祷，分饼甲鱼，互侪人伫迄个中间身体心神得到饱足。我想伫迄个中间，重新互人看见耶稣的祝祷，改变足侪人的想法甲观念，以改变心。
因为耶稣的足道是变出饼，互人食饱吗？我毋知，圣经敢有安尼写？圣经敢有写耶稣变出饼？我毋知你的圣经敢有，我的无。我的圣经无安尼写。但是遮个人是安怎得到饱？老实讲，我无真正知影，因为在我的想象，就是耶稣八饼祝谢，然后一直分，伊全叫大家坐咧，物件分落，然后大家最后有通食。耶稣的足道到底是改变什么货？变出饼互人食嘛？就是耶稣所做的，伫迄个中间改变人的心。当一块香掰开变做两块香的时，本来互一个人食饱的，变做互两个人有通食。耶稣的足道改变什么？第一个改变人的心，互人伫迄个中间，本来是因为较无来，要来看有啥物货会当来看、来学、来做，但是伫迄个中间，心可能渐渐软，直到想法改变。耶稣的足道，互人的心改变，互人的感受改变，互人的做法改变。因为圣经无写讲遮个人所食的饼到底是耶稣变出来的，所以咱伫即个中间有真侪想象的空间。我一直在想一点。当第一个人去领受到饼甲鱼的时，伊是毋是会当食？看到伊边仔佫一个，全甲伊所分到的掰开，分一半互边仔的。结果边仔的已经对一块面包变做一半，佫掰做一半，变做1/4，佫掰变偌济1/8啦，对无？一块面包掰做2边，变做1/2，佫摕其中的一边掰做2边，变做1/4，1/4的面包佫掰做2边，变做1/8，1/8的面包佫掰做2边，变做1/16。啊，1/16佫掰落咧，32、64、128、256，过400，500、512、1024，对无？这对数嘛，一直分落。我毋知影伊的面包偌大块，可能袂细块，啊无袂用看到。但是当伊掰落时，分到后壁，面包愈分愈细，无通食。但是我想到我裤袋仔内底嘛有一块牛肉干，我嘛摕出来掰好无？分咧到边啊，我分一点仔牛肉干，这是要哪有够食？较想着讲，其实哦，我出门的时，我嘛有炸物件，我有一粒馒头，佮甲掰落。馒头了要掰啥？掰大饼敢好？佫有啥人掰？轻到尾啊！逐个人拢甲身躯顶悬所有一切物件，拢总轻出来。好啦，今仔日若要食，逐个拢食好饱；若无通食，逐个拢放互枵。你食，我有通食，你就有通食。啊，我若无通食咧，要安怎？做伙来祈祷。亲爱兄弟，韩国的禁食祈祷真有名，就是对安尼来。韩国伫拍韩战的时应该是50年，拍韩战的时，因为拍甲无路人摕，所以伫迄个中间常迄个麦克阿瑟伫迄个中间嘛，后来佫拍往北打到仁川，因已经拍到迄个釜山啊，釜山是韩国的上尾啊，佫落就落歹啊。但是后来佫拍伊到仁川，到第38度线啊。今仔日的韩国有，今仔日的北韩、南韩有足大变化。
但是伫迄当时真散车的韩国无通食，所以因伫迄个中间，当因拍到伫釜山的时，因讲：咱做伙来祈祷。上帝若有听咱的祈祷，咱向前行；上帝若无听咱的祈祷，这是咱最后一摆祈祷。用这种心情在祈祷。然后，当因的社会开始伫战争的中间开始在恢复的时，伫教会内底开始有人在分享。不要紧，我较勇，尤其是对什么人开始，对传教者开始。我将我有的这份分互你食，啊，你要食啥？不要紧，我祈祷。韩国的敬者祈祷是安尼来的，将我最后一份的物件留互别人食。然后免伫迄个中间，我祈祷求上帝成事。我想伫即个5000人因伫即个中间听耶稣讲道的中间，我想因嘛得到真济无共款的感动，互因人的心开始在改变。当耶稣伫迄个中间捉倒落伊开始在掰面包的时，有的人想法、感受、做法。开始在改变，这5000人到底是食啥物货食到饱，我毋知。但是我知影，耶稣伫即个中间捉到以后，最后食出的扣起来有12扣。今仔日咱的生活内底所看到的是啥物？咱敢毋是嘛真意爱伫咱的生活顶悬会当亲像有耶稣即种人伫咱的中间？替咱捉倒，替咱掰命，互欠亏、互夭饿的，伫即个中间重新得到饱；互欠亏人伫即个中间来看见，原来伫欠亏中间嘛会当得到饱足。所以伫迄个中间，伫圣经14节，因讲到一节，因讲到一句讲，人看到耶稣所行的新约，所以讲，这真是那要到世上来的先知，是安怎？因为这。是人做会到，5000人起哩，只有一个囡仔会当摕出5块饼2尾鱼，总是最后通过耶稣的捉倒，5000人不止食饱，还阁有剩。我想迄个村有可能毋是干那对5块饼2尾鱼来，迄个村。是因为人的心伫迄个中间得到改变，看到别人的需要甲软弱，迄个心开始激起着一个疼，愿意甲人分享。迄个人伫遐有无共款的做法，原来是藏伫我的裤袋仔内底物件，愿意摕出来甲人分享，三甲食，三甲享受，三甲饱，三甲夭饿，三甲好。三甲扶持，三甲欢喜，或是三甲提高。人的心伫迄个中间得到改变。有一个诗人叫做纪伯伦，这个是一个黎巴嫩的诗人。啊，迄个黎巴嫩伫什么所在？其实伫今仔日咱所讲的这个加利利海的北边，差不多就是伫遐尔，差不多伫这个所在。纪伯伦这个诗人写一本册叫做《先知》，这个《先知》内底第4篇，伊写给予，英语叫做 giving， 就是互人的意思。这本《先知》的初稿是这个纪伯伦15岁时写的，15岁。我毋知我15岁咧创啥，我15岁可能还阁咧甲我妈妈有地花，但是已经写出这样。伫即个第4篇 giving 给予内底，即个诗人是1883年到1931年，所以已经是顶世纪的人啊。伊讲，当你在给予你的财产时，你只给了一点点；在你给予你自己的时候，才是真正的给予。我这是揭露的他的全文不止这样，他还有很多因为你的财产。岂不就是那些你保存和看守着，恐怕明天你需用的东西吗？
你的财产是啥物？你的财产就是你可能感觉你明仔载用会到的物件，但是它不是真正的给予。伊个讲到伫这篇经文内底，伊个讲到，伊讲什么是匮乏的恐惧？就是欠亏。哦，什么会是欠亏？哦，匮乏。什么会是欠亏？什么会是欠亏惊吓？其实欠亏惊吓本身就是欠亏。是安怎咱来讲食饱未？就是因为咱惊夭着，咱有过去夭着的经验，所以咱无爱咱的后辈，咱无爱咱的朋友会当尽量伫生活顶悬食饱，因为咱捌夭着，所以伫遐食饱未？迄个惊吓是啥物？是惊你食无饱，惊你无通人食。但是一句话对这个纪伯伦伊所讲的是啥？伊讲：当你的井水满溢时，你仍害怕口渴，这渴岂不是不得不解吗？你已经有一个井水啊，你的井水已经甜出来啊，但是你还阁伫遐烦恼你的喙焦无水通啉，那安尼，你这个喙焦无解啊。你已经有够野的水通啉，但是你还阁惊吓你的喙焦，这个喙焦无通解。伊阁讲，有些人拥有很多，只给予一点点，并且是为了沽名而给予，那他们隐藏着的欲念，已使他们的礼物变成不洁。有的人有的物件是真济，总是伊敢若愿意互人小看，阁是为着迄个好名声来互人。那安尼，因内底所藏的迄款欲望的念头，已经互因的礼物诚做无清气。但是伊阁讲另外一句，伊讲，有些人他们只有很少，却全给了。这才是生命和丰富生命的信仰者，他们的钱柜永不空乏。我想，纪伯伦伫这个中间已经真明确来讲出来，有的人甲无的人差别伫对。愿意互人的人，伊阁分做啥物款？有的人是家己本身无真济，但是愿意互人；有的人是家己本身有真济，伊毋卖互人。因为伊惊伊家己无够，所以伫伊上界大的挑战就是：你家己已经有真济，但是你毋敢互人是，你惊欠亏。那即种的惊吓无解。但是有的人是你有，然后互人一点仔，阁是为着好名声来互人的。那安尼，你所互人的物件也无清气。我想纪伯伦伫这个中间，伊所讲的，可能点出真侪人的心态。人伫惊吓的中间，想要摕较济，想要落较济。人对耶稣，毋是因为我无义意，是因为我有小看，但是我是毋是会当对耶稣遐个摕较济？我家己已经有啊，我阁要伫迄个中间来等待耶稣啊，你是毋是会当阁赏赐我阁较济？我有1分，要成做2分；2分要成做4分，4分成做8分，8分成做16分。上帝啊，求你赏赐我。所以伫迄个中间，纪伯伦伫遐，伊讲出有真侪人伫记面，还是伫分享的中间是有条件的，因为伫迄个给予的中间是有所求，有所害怕。但是伊阁讲到另外一种经验，伊讲有些人快乐的给予，那快乐就是他们的报酬。当伊互人的时，是抱着一个欢喜的心情要互人的，所以迄个欢喜就是伊的享受。但是有人要互人的时，是真艰苦，所以迄种的艰苦就成做伊互人所得到的物件。
伊另外佫讲一个，伊讲，当人央求时给予固然不错，但在人没开口前，你却由了解而给予，则更好。去寻找那应接受的人，比给予本身更快乐。我想今仔日咱伫即个中间定心来想一个问题：到底是甚物款的人会互人？是真有的人会互人吗？无一定。但是当家己无的时，佮愿意互人的时，伊伫迄个中间所得到的欢喜甲快乐，是别人所无法度给。伫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中有一段话真特别，伊讲，当伊甲腓力讲，咱要对打落买饼来互食的人食，伊咧甲腓力考试，讲咱要对地买饼来互食的人食。伊讲即个是咧试伊，就是耶稣讲即句话要试腓力。因为伊家己已经知所要行的，耶稣伫做遮个代志进前，伊就知影伊要安怎行，总是伊还阁伫遐咧考腓力。耶稣所要行的，伊知影伊家己要互遮个人学的功课是啥物。我想是要互遮个人学的功课，就算伫你欠缺甲善车的中间，请你学会晓分享，因为这就是上帝国所定着的旨意。分享，耶稣不只是讲道理，趣味的是耶稣讲啥物道理，圣经无写。圣经无写耶稣到底讲啥物道理啊？但是我敢若知影，耶稣伫讲道理了后，大家伫遮实践信仰的时，耶稣所做的就是，互即5000个人通过5块饼、2尾鱼，然后众人食饱，因为刻出来。放伫台顶的，敢若5块饼2尾鱼，总是迄个足倒做落的感动，互济人食饱。我毋知影遐个人要安怎看会着讲耶稣讲伫遐卖饼，5000个人要安怎看？我毋知影遐个人要安怎会当分会着5块饼2尾鱼？你若坐耶稣遐坐收头前，你的便当就可以用收伊。但是看到头前的人在食。一阵人咧食，后壁的，这我咧想的啊，嘿，食饭时间到啊呢，头前个咧食饭啊呢，好，啊无好佳哉，我今日有炸饭丸，今日来分一个，无好佳哉，我今日有炸披萨，来分一个。我敢若知影头前个人咧食，后壁个人呢，爱想办法，紧诶，我身躯有啥，大家摕出来分，有饼的食饼。有鱼的食鱼，我有啥物物，我就甲伊分享。伫迄个中间，5000人食饱，毋是因为有便当的车载来一堆便当，互人食饱，是因为人甲人的中间互相分享、互相仰视、互相看到欠缺。互相伫迄个中间，愿意诚做对方的亏待甲帮赞，然后众人食饱。亲爱的兄弟，这是偌水的见证。互你本来物件是放伫身躯的，愿意摕出来分享，就算讲一个小小的饼，嘛要诚做分享的。纪伯伦伫即个给予内底。伊后壁佫写着一段话，伊讲：然而，有任何你还想保留的东西吗？你所拥有的一切，有一天都得给出去。因此，现在就给吧。这样，给予的时机就是你的，而不是你的继承人的。你阁有啥物话，你想要留咧家己的？无论你有偌济，有一日你拢爱互人。所以纪伯伦伫遮提醒讲，所以你若要互人，你真互人，因为迄个互人的机会得到的欢喜，就是你的，毋是继承你遮的物件的人。
咱今仔日伫即个经济内底，互我所看到的，是即5000人伫遮得到饱。但是上界重要的是，即种的得到饱，是亲像伫地里，亲像伫天里。因为耶稣伫即个中间，用5块饼2尾鱼，互众人体验到啥物会叫做上帝国，会叫做分享。耶稣伫即个中间，通过5块饼2尾鱼，互5000人食饱，互人看见人伫欠亏中间，也阁是会当食饱。通过你所听的兄弟姊妹，然后人伫迄个中间，体会到伫地面亲像天里，因为人对领受真做互人的。这敢毋是就是教会拍落？每一摆来参加拍落，你摕几项菜来？一项，较厚的摕2项。啊，你共食几项菜？食袂少哦，食了就煞来，搁共包顿去哦。这就是伫地里亲像伫天里。今仔日谁仔爱来教会？因为咱学习伫教会内底，体验伫天顶亲像上帝国的关系。咱伫地面上体会伫天顶亲像上帝国的日子。毋是因为我有偌济偌好的物件甲你分，是因为我愿意将我有的物件甲你分享。亲爱的兄弟，你的5块饼2尾鱼伫对？使徒行传20章25节有一句真有名的话，我伫查资料的时，无小心去我看到，你敢知影？有人把这句话归入于近思语。近思语，正言法师的近思语，这句话叫做"施比受更为有福"。台湾话安怎讲？互人的比体的较有福气。亲爱的兄弟，今仔日咱要三角勉励，互人的比体的较有福气。那安尼，你的5块饼2尾鱼伫对？咱敢毋是伫教会内底咧经历即种上帝国的生活吗？咱敢毋是伫每一摆的餐点、拍落，甚至是去别人因兜杂做的时，这就是昨暗活泉团契伫人兜的聚会，逐摆拢亲像蝗虫过境。所以进活泉团契走一句话出来，敬重所在足重要。我想今仔日活泉团契要伫即个中间，嘛用拍落课的形式来聚会，是因为要互活泉团契用心来学习。咱教会真侪的长辈，伊是互人的比客的较侪。今仔日，阮嘛要伫年轻少年，甚至是阮的囡仔的身上，阮嘛要教即种的物件，甲伊教讲，互人的比体的较有福气。今仔日拍落重点不在于你到底食有饱食无饱，今仔日拍落的重点在于你看到遐侪人愿意来分享的时，你的心就欢喜起来。你看见有人伫迄个中间，会当互你摕一项，出一项，收10项的时，迄款心内的满足有偌济。拍落食有饱食无饱，毋是重点。今仔日拍落若是食有饱食无饱足重要的话，那安尼，我想咱今仔日所读的迄个5000人食饱内底，袂剩12斤啊，因为拢食了了。但是是安怎会有剩？因为大家愿意伫迄个中间分享出去的，比客入来搁较济。亲爱的兄弟，咱今仔日嘛伫学习，
咱伫教会中间来经历上帝国的恩典。咱伫即个中间要伊的，毋是到底食有饱食无饱，咱要伊的是有遮侪人愿意分享，所以我嘛学习愿意来分享。今仔日咱的五块饼两尾鱼在哪里？可能只有真侪人只有1分钟刻出来，但是当迄个人的五块饼两尾鱼刻出来时，要互众人得到饱，因为所有的人要因为你的五块饼两尾鱼来得到感动。愿上帝赏赐咱每一个人丰丰富富，愿上帝赏赐咱的教会是真做一个体验上帝国的教会。愿上帝祝福伫咱的中间，互咱每一个人所得到的，不只是五块饼两尾鱼，你领受的，要比你刻出来要搁较济。咱三个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今仔日教示阮，要用阮的五块饼两尾鱼三角来分享。主阮有，但是阮惊枵，所以阮毋敢分享。但是今仔日阮要挑战阮家己，你来讲主啊，加天开力互我，互我有，搁愿意分享。互我伫分享的中间用欢喜快乐来分享，然后互我得到同款，甚至是搁较侪欢喜甲快乐。主求你教示我，会当来看见兄弟姊妹中间的欠缺甲需要，然后互我会当真做正兄弟的开力甲帮助。愿你当时。伫家己你湖边，你的祝祷也真做阮的祈祷，要互阮众人伫即个中间食饱，搁有剩。祈祷奉主耶稣基督你无罪的名，阿门。